来，一人来讲一句啊，四句连的。是。我先讲。请。山中有直树，世上无敌人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哦，直直调直，不是翘句。你哪知影我会足直的？我讲你人的个性啦。当然嘛，人个性足直的。系啊。你讲这吼，我感觉无啥可能。啊，无咱来规矩吼，请开心辣妹出来看卖啦。来，开心辣妹。直是直溜溜，弯是弯过手。哦。伊若讲直是直溜溜，弯是弯过手。所以毋知这句话呢，是咧讲挖苦，是咧讲考试，咧讲酸的话啦。啊，无你也是讲嘛，迄菜瓜手咧 QQQ， 哪有可能跟闽南讲的？你直甲敢若菜瓜手？对啦，啊，若讲直溜溜，这溜溜两字就是讲说清气溜溜的意思，为着这个语助词。要做这个俗语更较好听，才叫做直溜溜。这句话哦，其实哦，就是咧讲人讲叫人莫安尼吼，隔空隔戇啦。啊，国语讲叫做叫人莫安尼哦，扮猪吃老虎啦。啊嘛，抗人讲哦，茫看人安尼面故意啊，当讲这个人哦，啊你真戆安尼，其实哦，自认为聪明的人哦，伊就是笨蛋啦。世间人迄个戆直的啦。我这世人一直感觉讲我足戆的呢。有影有。我唔捌自以为聪明过。所以讲你就是菜瓜手啊。所以爷爷，啊你去有情节吼，嘛讲你安尼直干那菜瓜手咧，你有啥物感想？关于这个事情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我都咧直啦，我佮甲引，我佮引拄啊中计，我袂瘾。哎，所以讲咱今日这小气吼，真趣味。安尼吼，开心辣妹，搁出来，来，搁一摆，我大家加深这印象一下。你咧爱看第一棍啊，加深印象。我骗直溜溜，弯是弯过手。哎，来，两个迄落直溜溜的拢边啊。你过来啦。哦，所以讲咱今日小气的主题呢，就是奉劝咱做人啊，爱老实。